自后2023年8月22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着常常劝受教的心。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箴言19章第1节到29节。宁可做正直的善车人，嘛毋做诡诈愚戆的好业人。热心无知识毋好，酷酷从颠倒会走毋着路。人因为愚戆破坏家己的前途，伊的心颠倒怨叹上主。好业朋友就加真济，善车朋友就拢离开。做偽证一定受刑罚，讲白贼袂当逃脱执法。有权的人人甲伊抱塔，慷慨的人人做伊的朋友。善车人连兄弟都厌恶，朋友搁较会离开伊。伊入要甲人讲话，人毋插伊。有智慧才会晓疼惜家己的性命，珍惜名利会得到福气。做伪证一定受刑罚，讲白贼会灭亡。误人生活车花无合，奴仆管辖主人搁较无应该。人有见识就袂快受气，无追究人的过失是家己的公营。王的受气亲像使大声吼，伊的恩惠亲像草顶的露水。囝戆是老爸的灾祸，某吵闹亲像雨水插插滴。厝体财产是祖公所留，贤惠的某是上主所赐。贫惰互人困长眠，懒死的人会夭餓。遵守诫命为保全家己的性命，无抵意上主的路，直到死亡。真正善车人是照护上主，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趁还有愿望，着管教家己的囝，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熬发大受气的人一定受处罚，若要救伊，一定加了工。着听苦劝受教示，互你到尾有智慧。人心内有真济计划，只有上主的旨意会实现。贪心互人至到见笑，宁可善车，嘛无爱白贼。敬畏上主会得到性命，伊的安居乐业拢袂拄着灾祸。贫惰的人伸手伫盘呢，嘛毋肯摕到喙。拍自高自大的人会互戇直的人得到教示，责备明理的人会互伊得到知识。歹款待老爸赶老母出去的，即款囝带来见笑，留臭名。我的囝，你若无继续听教示，会骗你知识的话。做伪证是咧虚人公平，歹人用罪恶做饭食。刑罚是为着自高自大的人准备，鞭拍是为着戆人的骹脊饼安排。着常常劝受教的心。咱常常听到活到老，学到老，
即句话用来劝勉人毋通停止学习，就算到年老的岁月，也要保持学习的态度。现今社会人口高龄化已经是恶伫地动的趋势。古早话讲，人生70古来稀。伫医疗科技发达的现代，即句话渐渐无效伫现今世界，因为70岁以上的长者非常普遍，甚至9旬高龄者也时常通看。即卖是资讯爆炸的时代，社会潮流不断向前迈进，人过去学到的财物，真有可能一下就过时。为着无要互社会淘汰，安怎学习真正需要的财物，也是专业，也诚做现代人顺应生活的一种必要条件。箴言作者甲唐当时的王室，也是民间流传的言语和金句收集，做伙甲整理成册，主要是咧教导少年人会当依循以前的人的智慧，活出正确搁美好的生活。箴言内面所编写的内容，虽然是对人的生活经验累积来的智慧，总是作者早就伫本册一开始就向读者陈明，上主才是所有智慧的源头，只有敬畏上主，愿意谦卑接受教导，人才会当真正领受智慧。人要安怎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智慧呢？只有伫敬畏上主的情景下，人才通得到上主的启示，领受到真智慧。伫世间人眼中，箴言检采是来自人的经验，总是基督徒明白是上主甲智慧启示互人，互人通照真理学习，得到对伊来的福分。只不过，基督徒常常因为安尼误解，掠做假使依循箴言的教导，的确会当得到丰盛的财富，也是官人一等的地位等福气。人依照常理认定，勤劳认真的人会比贫惰散漫的人加一点仔机会，还是收获。对结果来看，的确是安尼。总是箴言要强调的，其实是人着敬畏上主。敬畏上主的人，生活未必然无艰难，毋过邪恶搁远离上主正道的人，终其尾会行往灭亡。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必然拢有新的课题出现。为着进步，人需要不断更新财物，来解决新的问题。箴言毋单单是古以色列人的长辈教导后代子孙安怎伫社会生存的原则，伊搁较是敬虔信仰的传承。所以，当长辈在传授晚辈安怎踮社会立足的智慧的时，也应当为晚辈采一个信仰的典范，谦卑向上主寻求伊的带领甲管教。伫现代环境里，社会不断鼓励终身学习，总是对基督徒来讲，学习无应该只是为着要适应社会，反倒是爱对上主常存谦卑受教的心，通得到伊的启示，互人生的脚步
会当行伫伊诶正道。默想，我是毋是对着年纪增长，渐渐哪固执，毋愿虚心接受别人诶指教，直到家己无法度进步，也阻碍别人寻求智慧诶机会。我是毋是对着年纪增长，渐渐哪固执，毋愿虚心接受别人诶指教，直到家己无法度进步，也阻碍别人寻求智慧诶机会咧？咱来祈祷，智慧诶主，感谢你透过你诶话语，将生命诶道指示互世间人，求圣神指教我，互我明白你诶话语，帮助我会当亲像囡仔会单纯接受你诶管教。愿我活出真实诶信仰，荣耀主诶名，奉主耶稣基督诶名求，阿们。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